好啦，各位同學，咁好多同學上完堂咧都反映翻喎，唔知啲力點拆，尤其是當牽涉埋唔同嘅 theta。咁我呢度咧就做個示範喎。而家有一支力 F1，佢同佢嘅夾角咧同水平嘅夾角咧就係 theta 1啦。有支 F2，佢嘅夾角就係 theta 2。有支 F3，留意呢個夾角咧就係依邊呢隻嚟嘅，所以只要你小心啲角度咧，其實就唔係好難嘅啦。好啦，咁我點樣將佢拼合揾到喺呢個情況之下，最後合埋之後嗰支正力或者叫合力咧？咁我就逐支要拆一拆嘅咯。先睇 F1 嗱，如果你記得我上堂去講咧，可以畫一個長方形 ，OK？畫一個長方形，咁我用鉛筆喺度睇睇啦。嗱，呢個就係個長方形 ，OK。好啦，跟住咧，而 F1 咧就係個對正個支啦，即係對角個支。咁我要將呢個 F1 拆做水平同垂直嘅分量。咁我點拆啊？留意咯喎，呢一支。如果你跟翻個長度嘅話咧，佢就係一個呢個去到呢個長度。嗱，如果你記得我喺堂上講，其實呢一支咧就叫 F1X 嘅方向。咁但係 F1X 會同 F1 有咩關係咧？咁我喺度再講埋啦。關係就係話 F1X 咧應該要等於 F1 cosine theta。咁如果你有數值嘅話，就將啲數值放翻入去咯喎。好啦，記住幾時用 cosine 啊？就係黐住隻角嘅情況就用 cosine。咁如果係咁嘅話，咁垂直呢一支咧，咁我畫邊少少啦。呢一支就係 F1Y 啦，而 F1Y 會等於啲咩啊？就會係 F1 sin theta 啦，因為呢個唔黐住隻角啊嘛。好啦，咁 F2 係咪咁樣拆啊？其實一樣嘅喎。F2 你可以拆做一支呢一支 ，OK？ 好啦，啱啱拆出嚟嗰支咧，同埋水平呢度細支嘅 ，OK？ 而家隻角黐喺度啊嘛，所以 F2X 咧就會等於 F2 cosine theta 啦，而呢一支啊就係 F2Y 就會等於 F2 sin theta 啦。OK， 好啦，跟住 F3 如此類推，拆嘅方法一樣，畫個長方形。所以咧我就有呢兩支咯喎，呢度一支 ，OK， 咁呢邊咧又有一支。好啦，咁呢支咧就係 F3Y， 呢支咧講緊嘅就係 F3X。好啦 ，F3Y 會等於咩啊？留意咯喎，今次隻角唔係黐喺呢邊喎，咁黐咗喺第二邊，所以呢一支咧就會係 F3 sin theta 啦 ，OK， 而一支就係 F3 cosine theta 啦。總之記住個重點，楞住隻角嘅就係用 cosine， 唔楞隻角嘅就係用 sin。好啦，咁呢幅圖好亂啊嘛，係咪啊？咁其實我將原本 F1、F2、F3 掹翻起咧，理論上你就有我以下呢幅圖啦。咁水平嘅有支 F1 cosine theta 啦。咁而家喺度嘅話咧，咁水平有一支係 F1 cosine theta， 打直咧就有支 F1 sin theta。OK， 好啦，睇 F2 咯喎 ，F2 有一支咧向上嘅，咁我唔重疊佢啦，理論上應該重疊嘅，但係因為驚你睇唔到，呢一支咧就係
F2 sin theta 啦。向左邊又有一支，呢一支咧就會係 F2 cosine theta。咁向下都有嘅喎，係咪？甚至仲有一支向而家有一支向左啦。其實對於 F3 嚟講，有一支咧就係亦都係向左邊嘅。OK， 呢支咧就係 F3 cosine theta， 再加埋一支向下嘅 ，OK， 呢支就會係 F3 sin theta。跟住下一步咧就係垂直做一次加減，左右做一次加減 ，OK， 最後理論上咧你就會得返兩支力。加減完之後，其實去到最尾，如果我貪快嘅話咧，好明顯依度大過依邊噶嘛 ，OK， 好啦，我補翻少少符號先嚇。咁為咗方便一陣間計起見咧，咁呢個其實係 F1x 啦，呢個係 F1y 啦，如此類推。呢個 F2y， 呢個係 F2x 等於啦。OK， 呢一個 F3x、F3y，OK， 咁啊俾翻啲等於佢。好啦，最後你知道其實好明顯依個大啲噶嘛。我計嘅方法就係將 F1x 呢個數減翻呢兩個數，剩翻嘅必定係向右嘅。好啦，即係話向後有一支向右啦，我會有一支。呢一支咧就係 F1x 啦，減 F2x 再減 F3x 嘅。OK， 好明呢支點都長過呢兩支相加嘅。好啦，下邊你睇下路，咁其實嗱，而家呢一支向上，呢一支向上，呢支向下，呢兩支加埋咧就會高過呢支嘅。咁即係話我最後咧會有一支向上嘅力。呢支向上嘅力咧，就應該係咩咧？就係 F1y 加 F2y， 但係下邊呢個咧就係減 F3y 啦。咁我就合埋咗，仲有呢兩支力咯喎。咁最後個長方形點畫啊？你就會記得係咁樣畫啦。最後我要嗰支力就係斜角呢支 F 啦。OK。所以 F 唔難計啦，而角度點計啊 theta， 咁所有打橫個力咧，呢嚿嘢就會等於 Fx 嘅，而呢嚿嘢咧就等於 Fy 嘅。最後隻角度其實我知道 tangent theta 咧就會等於 Fy 除翻 Fx。咁呢個就係最籠統嘅計法。好啦，成版就起晒到啦。咁希望簡簡單單嘅力嘅分解嘅解說，可以令到同學都多啲記憶同埋幫到大家。OK， 好，課堂裏邊再見，拜拜。